家就等我哋嚟重溫一下泥井樁頂嘅施工程序重點。必須監察同埋衡量泥井工程對地盤界外嘅影響，包括有沉降記錄、傾側度、地下水位轉變、震盪幅度，兼可僱用獨立測量師去配合工程師設計同屋宇署一切相關要求。泥井施工嘅一切機械及工具必須做足常規檢查、驗機及保養。所有樁頂物料必須符合工程師訂定嘅標準同規格。泥井工程所有施工程序都要考慮對環境保護嘅一切影響，並要呈交管理計劃書於工程師審批。一切泥井施工步驟必須跟足屋宇署批准則，以及參考地盤工程師意見做妥。承建商及工友喺施工前必須經常注意工業安全及個人保護裝備嘅重要。挖掘深度增加時，如需要抽水設施，必須經工程師審批抽水方法。無支撐開挖要確保泥土嘅斜度同埋穩定性，尤其要防範雨水侵蝕。挖泥同樁頂必須互相配合，並且要根據正確嘅開線及平水施工，切勿超挖。所有樁頂必須要以準確尺寸備料，切勿利用廢料填塞虛位。每次回填工序，物料同泥面狀況必須經工程師認可同埋監督指定測試。進行拆頂工序之前，要確保地基之相關永久結構已經達到足夠強度。拆頂步驟亦必須配合正確嘅回填平水，切勿預先拆除未經地盤工程師許可嘅任何樁頂構件。喺建築地盤嘅所有工序，其實都有好明確嘅指示同嚴格嘅規矩。但係無論規條有幾完善都好，最重要係每一個參與嘅機構同每一個人都要衷誠合作，質素先至可以有所保證同埋進步。齊心合力，上下一心，提升住屋嘅質素，為人為己，提供一個理想嘅家居，係我哋建築業每一個人嘅份內事。